12点半就要出去。接到剑，接到桥，然后一起绕剑，傍晚入庙，哦，这五宝啊，这五宝啊，你看，神教的左右边要挂那个五宝，神教的左右边都要挂五宝。你看，七星宝剑、鲨鱼剑、鲨鱼的那个脊椎骨。晚上要驻壁在同济宫，晚上驻壁同济宫。哦，红山咧，去道理迄中，红山咧下了好安中，顶河附近的饭。哦，爱去遐食，是啊。入庙进前是爱有那个温泉还是安怎？无啦，有两个啊。哦。要入庙入加灯的入庙啊。哦，到尾灯啊。哦，对。到尾灯是加灯啊。对。哦，对。到尾灯啊。对，不要讲伊，是加灯太阳中的入庙。这算温泉啊，经过同济宫第一日到同济宫。参加去遐食啊。哦，参加去哦。第一日的中昼午餐迄个下了不完中。哦，对。像这人中昼了，即马要出发了，就爱去遐食啊。做伙温泉下晡。有温泉啊，要暗嘛来到这。有，因暗来到黄庙同济宫这就住地。哦，爱去接，等。哦，是，参加爱去接。哦，这当棍啊，光棍，当棍啊，冰剑啊，冰棍啊，冰棍讲的这。冰棍，那叫冰棍。